大家好，我是张简小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简小姐。今仔日要来教大家讲台语。这期直播特别适合新住民看护，唔免惊哦，我会慢慢仔讲，你对我念就会晓。我会做这个直播，是因为最近有一个亲戚，因厝因为婆婆需要看护来照顾，所以有申请一位新的看护，但是生活当中，因为这个看护的国语、台语拢还无介熟悉，所以我这个亲戚和这位看护之间的沟通，就会有鸡同鸭讲的状况。因为平常时开讲的时阵，听到伊讲即个问题哦，所以我就即个发想，会想讲来讲一部分较简单的台语，互咱的新住民或是一些看护，可以比较快熟悉我们台湾的生活，起码在沟通上不会有问题，可以帮助他们早一点适应我们台湾的生活。所以语言就是这样很重要啊，就可以不会有沟通上有误会，或是觉得这个看护可能不行，或是觉得他不认真。即使可以有同理心，我们如果去到别的国家，英文不行，外语不行，就会觉得非常困难。所以我觉得有其他国家的朋友来我们台湾工作、来生活，借由我一点点的小小帮助，让他们早一点熟悉台湾，也会爱上台湾，这样是好的。所以我觉得我做这支直播的发想，特别适合新住民朋友、看护朋友，或是刚刚来台湾工作的朋友。今天的主题就是怎样用台语熟悉雇主的生活环境。台语就是安怎用台语来认识雇主的厝内环境。不用担心，我会慢慢讲，重复讲，你跟着念，应该慢慢就会学会哦。来，第一个我们就讲基本问句。你可以问老板或是老板娘。这边先讲一下，我们生活上对雇主，男雇主会称头家，就是老板的意思。头家娘就是老板的老婆。有时候我们会就叫阿姨，或叫大姐，所以叫阿姨也会觉得年龄比较接近啊，会让老板娘觉得这个是小女孩，会特别疼你哦。所以记着，男的雇主叫头家或是老板，女的雇主就叫老板娘、头家娘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对话，我们就用跟女雇主，就是老板娘、头家娘的对话为对象哦。
来，开始哦。老板娘，请问厨房在哪里？台语就是头家娘，请问厨房伫倒位？请问厨房伫倒位？来，你念一次。再来，这个东西要怎么用？这个物件要安怎用？这个物件要安怎用？再来，我们在雇主家生活的空间名称，比如说房间、厨房、浴室，那些就是在生活环境一定天天会走到、用到的地方。来，我们就继续。家里常见的地方，进入新家庭一定会用到嘛。客厅，台语客厅。客厅，台语客厅，就是一般我们最常聚集的地方，家里的人，比如说你雇主他的家人会在那边吃水果啦、聊天、看电视。客厅，那个地方就叫客厅。厨房kitchen 就是煮饭、煮菜。烤面包的地方，厨房，台语厨房。厨房，台语厨房。再来，睡觉，雇主的睡觉的地方，你照顾的人睡觉的地方，还有你睡觉的地方，叫做房间 （living room）。房间，台语房间。房间，我的房间就是我的房间。阿嬷的房间，阿嬷的房间。头家娘的房间，老板娘的房间。我讲这样会不会太快？如果讲这样太快，你可以留言跟我讲哦，我就可以慢一点。好，再来洗澡的地方。我们洗澡的地方，浴室。浴室的台语，浴室。浴室，或是浴间。有的地方的口语会叫浴室，叫台语浴间。其实还有个尾音啊，浴间啊。如果他跟雇主跟你讲浴间啊，其实就是浴室。浴室是从国语直接翻台语音叫做浴室。一般有的比较地方俚语，浴室的台语叫浴间啊。你可以念念看哦。再来哦，厕所。厕所的台语，便所。便所。有时候有的厕所是在浴室里面，就像马桶或是洗手台，它的一边是淋浴间，就是干湿分离的嘛，一边就是淋浴间，
另外一边就是放马桶的地方，所以有时候浴室跟厕所是在同一个空间。那如果通常跟雇主或是跟雇主的家人在讲话、在对话，如果说你是在洗澡，通常就会讲说我伫浴室，我咧用浴室，就是你在洗澡的意思。那另外一种，如果你只是在上大号或是小号，你就会讲说我伫便所。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就会讲说我伫便所，是不是很生活化？那另外一个家里常见的地方就是阳台。阳台的台语通常也是直接翻啦，就直接讲阳台。我在阳台晾衣服，我在阳台晾衣服，我就讲我在阳台晒衫，我伫阳台晒衫，就是我在阳台晾衣服的意思。再来哦，我们加强一下，我讲一个，你跟着讲一个。客厅，客厅，厨房，厨房，房间，房间，浴室，浴室，便所，便所，阳台，阳台。来哦，我们家里常见的地方，我们再练习一下对话，当做你在问你雇主阿姨的问句。阿姨，客厅伫这位吗？阿姨，客厅伫这位吗？意思就是，阿姨，客厅在这个位置吗？再来，阿姨，房间是这间吗？阿姨，房间是这间吗？就是阿姨，房间是这间吗？再来问问，家里用具放哪边？阿姨，洗衫机伫倒位？阿姨，洗衫机伫倒位？就是问雇主阿姨，洗衣机放在哪个位置？比如说你要洗床单、洗衣服，你要问方位在哪边，就是阿姨，洗衫机伫倒位？这当然也可以衍生去放很多地方的啦。烘衣机、烘衫放伫倒位？比如说电冰箱，就是电冰箱伫倒位？烤箱伫倒位？后面那3个字伫倒位，就是你要找的地方在家里的哪个地方。再来，我们讲生活用品，常见的生活用品，这个很重要哦，我们每天都用得到。来，我们从左上角开始，第一个是冰箱，冰箱，台语冰箱，冰箱。这个很常用哦。你如果去菜市场，或是去买早餐没有吃完，或是买回来的蔬菜，雇主
会请你放到冰箱，台语就叫冰箱。冰箱。来，第二个，左上角第二个叫电视，电视的台语电视，就是我们看节目的 TV，television。电视的台语电视，看电视就是看电视，看电视，电视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洗衣机，洗衣机的台语洗衣机，洗衣机。哦，在比较道地的口语化就是洗衫机，洗衣机的比较道地口语化叫洗衫机，就是我们洗衣服、洗床单、洗被单、洗窗帘、洗桌巾的用具。洗衣机、洗衫机。哦，再来，就在厨房一定会用到的瓦斯。gas 瓦斯，瓦斯，瓦斯的台语瓦斯，这个有一点外来语的音哈 ，gas 的谐音，瓦斯就是瓦斯炒菜、煮开水或是煮汤的火源，叫做瓦斯，瓦斯。好，再来。我们煮汤、煮粥、煮甜点啊，或是什么的用具，锅子。锅子的台语，煨啊，煨啊，听起来就是比较小的锅子，不是像有的另外一种叫做鼎啊，鼎啊就类似炒菜锅的那种锅子，炒菜锅。叉菜鼎啊，哦，那现在这边讲的锅子是比较小的，煨啊，煨啊。再来哦，我们吃饭装米，通常是装米的啊，装白饭的那个碗的台语，装饭的那个碗的台语，碗，碗。如果你们的雇主，比如说老板娘，哦，叫你 Cindy， 摕一块碗给我，摕一个碗给我，就是一个碗，拿一个碗给我，吃饭的碗叫碗，一块碗。好，再来，我们也是每天几乎都会用到的汤匙 ，spoon， 汤匙，台语。汤匙啊，汤匙啊，很可爱的尾音哈。汤匙啊，汤匙 spoon 的台语叫汤匙啊。我们休息一下，让你们回想一下刚才的哦。我们再过5秒钟，我们再练习一下每天都会用到的。再来，你可以问问雇主，头家娘，这是冰箱吗？头家娘，这是冰箱吗？国语就是老板娘，这是冰箱吗？再来第二句，头家娘，洗衫机要安怎开？头家娘，洗衫机要安怎开？国语的意思就是老板娘，这个洗衣机要怎么开，要怎么使用的意思。第三句，头家娘，
雅士会当开吗？头家娘，雅士会当开吗？国语的意思就是你要煮东西，所以你要问一下老板、老板娘，就是说，你要用瓦斯，那能不能开？因为其实瓦斯也属于比较危险的东西，其实也不危险啦。你如果正常使用的话，都是很安全的。但是你就问一下老板、老板娘，因为这是属于比较有安全性的东西，那你开了，他们也会知道你在使用，所以也会比较有礼貌。那再更有礼貌一点，你就可以跟老板娘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不知道。头家娘，歹势，这个我袂晓。头家娘，歹势，这个我袂晓。就是老板娘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不知道。那第二句，会当教我一个无？会当教我一个无？老板娘，会当教我一个无？就是老板娘，可以教我一下吗？你这么温柔的开口问，通常雇主一定会教你，一定会好好的教你的。所以也不用不好意思开口，不会的，你问了，他们一定都会教你，因为他也希望跟你有良好的互动啊。你刚来，他也通常雇主都很体贴你们从外地来到台湾生活的新住民，他们会特别疼惜你们，所以什么事情都问，他们也会觉得很正常，也会很有耐心的教导你们。毕竟大家是来台湾谋生活的，互相体贴。家里因为雇主家里有长辈需要你们照顾嘛，所以他对你好，就是让你对他们家里的长辈好的意思。所以我都觉得不懂的地方一定要讲出来，不要憋在心里面。有时候久了，你无法适应生活，又要照顾雇主家里的长辈，其实这样子会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再来哦，讲到照顾长辈啦，照顾长辈的常用句。好，我们接着开始咯。我们最常用的，有时候看到外面，有时候我们的看护会推着坐轮椅的阿公或是阿嬷出来散散步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晒晒太阳。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对话比较简单的，阿公要食饭未？阿公要食饭未？就是阿公，你要吃饭了吗？阿公要食饭未？再来，阿嬷要先，不好意思，重来。阿嬷要洗身躯未？阿嬷要洗身躯无？就是阿嬷，你要洗澡了吗？阿嬷要洗身躯未？好，再来。无论在家里或是你推照顾者出来外面散散步，你看天气转凉了，或是刚好起风了，你就要问一下阿公会寒不？阿嬷会寒不？就是说阿公你会冷吗？阿公你会冷吗？就是阿公或是阿嬷，
你会寒无？会寒无？就是会冷吗？另外一个，比如说，太阳很大啊，推出去散步的时候，刚好忘记带把伞啊，或者是忘记戴帽子啊，你就问哦，阿公，你会热无？阿嬷，你会热无？就是阿公，你会热吗？阿嬷，你会热吗？这个也会用在家里面，比如说家里太闷，有时候夏天你窗户没开，或是也没开冷气，通常有时会问，就说阿公、阿嬷，你会热吗？如果说他们跟你点头或是回答会热，你就去开电风扇，或是去开冷气。哦，不然有时候他们太热，可能也不会跟你讲，或是讲了你也听不懂。所以你看他们在流汗呐、或是忘记带伞、戴那个帽子的时候，在外面散步，你就问一下阿公：“你会热吗？”哦，如果他们回答你 A，你当然就是哦，比如说就把他们送回去家里面啊，开冷气，吹电风扇，让他们降温一下。哦，再来的最后一句也是很常用的，你照顾到他们晚上，晚上大概他们就寝的时间，要睡觉的时间，通常就会问，或是你有时候当然可以观察他们的精神状况，有时候他们在客厅，比如说昏昏欲睡的时候啦，或是看电视看到在打瞌睡了，你就可以问他们：阿公，要困啊未？阿公，要困啊未？就是说阿公要去睡觉了吗？就是阿公要困啊未？要困未？要困未？就是阿公要去睡觉了吗？好，我们这5句你也再回想一下。那对雇主的长辈，有时候我们就一样会互相关心，就有一些比较贴心的互动哦，比如说慢慢的行，第一个字慢慢行，就是慢慢走，或是就是走慢一点，慢慢的行。台语的音，慢慢的行，就是你走慢一点哦，不用急，不要赶的意思。慢慢的行。来，第2句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哦，阿公，你行路小心哦。阿嬷，豆豆仔行，小心哦。哦，再来，比如说阿公阿嬷他们在走路的时候，需要你帮一把，因为有些阿公阿嬷很倔强，其实他们都还是可以行动自如，但是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状况，所以雇主要请你们来照顾他，也算是一种陪伴啦。有些阿公阿嬷他们身体都还很好，行走没问题的时候，你是在旁边陪伴。那遇到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你就要讲：阿公，我来帮你。比如说，要走到楼梯上面去的时候，他虽然还可以走，但是你就在旁边扶他一下。哦，阿公，我来帮你，扶他上楼梯，你就可以讲：我来帮你。阿嬷也是，比如说她要拿
高一点的东西，或是要提重一点的东西，你就阿嬷，我来帮你。阿嬷，我来帮你。其实不只对照护者，或是阿公阿嬷，或是小孩子一样，都当做家人。雇主比如说在厨房里面忙，你也可以讲头家娘，我来帮你。有时候老板娘或是老板在忙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件事情需要别人帮忙，你就可以主动讲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的忙，我来帮你。雇主们一定会很开心，也会很感谢你的体贴。再来，我们就一样练习句哦。好，你就会讲，阿姨，不好意思，厨房在哪里？阿姨，不好意思，厨房在哪里？的台语。阿姨，歹势，厨房伫倒位？阿姨，歹势，厨房伫倒位？那你的雇主就会跟你讲，伫这边，就是在这里。来，第二句哦。阿姨，歹势，洗衫机伫倒位？阿姨，歹势，洗衫机伫倒位？这就是之前讲到的伫倒位，就是在哪里。伫倒位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东西在哪里。阿姨，歹势，洗衫机伫倒位？你的雇主就会讲，伫阳台，就是在阳台的意思。通常，当然我们就会良好的互动，你就要讲好，谢谢你，好，多谢你，好，多谢你。通常有的会更有礼貌的，就会讲好，多谢头家娘，或是就会讲好，多谢头家，听起来就更有礼貌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新住民朋友、看护朋友，或是想学台语的朋友们，欢迎留言。我想学台语，我会继续教你哦。因为我们也都知道，在异地生活真的不是那么简单。我想让你在台湾生活更轻松。你也可以记得订阅张简小姐讲台语。你可以在网络或是等一下这个直播推出去，就可以看得到张简小姐讲台语的频道。里面我还蛮多清单的，比如说最近都还有那个30天学好4场台语，我每一天都会讲一个非常简单的台语，一个而已哦。所以，而且是 YouTube 的短影音，30秒。其实我讲说1分钟学好一句台语，不用到不用1分钟，30几秒你就可以学一句台语。会台语的朋友当然觉得啊，这个这么简单，还要这样天天学一句。但是我针对的是一些完全不会讲台语的朋友们，一句一天学一句，也许就可以记起来。不然你一天学个10句、20句，都一下子听完就忘记了，也就没有效果。所以我觉得
我把30天一天一个台语的话，让我们所有的朋友这样慢慢学，我希望效果可以好一点。那另外一个频道就是市场生活台语，如果你以后在台湾居住更久了，我的市场的台语用得更广泛，就学一些蔬菜台语大全啊，在市场跟市场阿姨的互动，或是你想去买一些比较特殊的蔬菜，不一定你原来的国家有，或是你的雇主叫你去买的蔬菜，你怕买错，所以我都会让你知道那些比较常用蔬菜的正确台语。当然，现在很多市场啊也是会多少讲一些国语，但是最道地的还是用台语在菜市场跟那些阿姨阿伯互动。你这样子会更快融入台湾的生活，会生活的更快乐。在异地工作，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挫折，会是想家的时候嘛。如果你赶快能快一点融入台湾的生活，我想你在家乡的家人也会对你比较放心，对不对？所以欢迎留言哦。我想学台语，我就继续教你，让我有一点动力。你的鼓励就是让我继续下去的勇气，继续教你们，让你们在台湾的生活更轻松。记得订阅张简小姐讲台语哦。我们下次见。